大家好，我係阿晴。講到新能源車位投資咧，最近有客戶同我提到一個顧慮，我平時工作生活嘅地方都唔喺珠海，冇辦法親身過嚟操作運營呢個車位，應該點算？咁今日阿晴咧就同大家分享一下呢個問題。而家阿晴嚟到咧就係我哋公司另外一個車位項目啦。正如大家所見咧，佢係一個大型商業綜合體嘅項目嚟嘅，目前就已經係運營當中㗎啦。咁呢個項目咧，佢係由商場、寫字樓、住宅同埋星級酒店組合而成嘅。喺早前2-3個月咧，就已經有客戶入手咗呢邊嘅車位，並開始運營。關於共享充電方面嘅收益咧，我哋每一個項目都會有專門嘅充電站公司去幫我哋嘅業主購買保險並投入運營。就好似阿晴身後嘅呢一個充電站咁樣，今個月咧就正式開始投入運營。發展商係同特來電呢一間充電站公司去合作運營嘅，推出咗全珠海唯一一個90日零元充電嘅活動。但雖然話係零元充電，亦都唔會影響我哋業主嘅收益嘅。推出呢個活動咧，第一個係為咗幫我哋嘅業主進行推廣，第二個咧亦都係為咗幫我哋嘅業主儲備穩定客流，令收益更加有保障。所以其實咧，大家都唔需要太過擔心運營嘅問題。咁我哋都會有專業嘅團隊去幫你做策劃、推廣同運營嘅。如果你都感興趣咧，歡迎留言或者私信666俾阿晴，我都會 send 翻份詳細嘅投資攻略同埋收租數據俾你。如果呢條片幫到你嘅，記得俾翻個 like 我，分享埋俾屋企人同朋友。最後帶大家睇一睇工作日停車場嘅泊車情況。點個關注同 like 啦！